新北永高、台北港甲外口的大乌路段嘛传出淹水的灾情，淹超过江北。这基本是完工，这但是已经淹30几年啊，相关单位煞拢无要甲因斗改善。强烈风台狂热对台湾的影响愈换愈大。上北自10月30号雨到豆豆关头，31透早伫咧永高的大乌路段，就有里长通报淹水。永高区长接到消息，就赶紧设3台抽水机来抽水。记者目前人就伫咧永高大乌路361号这个所在现场，会当看到这规个车路拢有淹水的状况哦。那对面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台北港角。若是看到这水淹过来的所在，就是咱这对面的林家厝，会当看到现场。民众拢有赶紧甲查起来，因为因讲这几年来淹水的情形实在是应该惊。永高大乌路361号最淹上深的所在，就是矫正署台北港角附近。区公所赶紧甲车路的水抽到对面的大排落去。区长表示，原底台北港角有地方池，后来去洪改造建关池，失去扣水的功能，加上台北港角内底欠缺排水系统，所以水才会拢淹出来车路。雨落较大的时，水就会拼到对面的邻家厝，基本是真困扰。淹怕了，长时间这样淹怕了，那改都没办法帮我们改善。每次到淹水的时候，就是来了跟你头摸一摸，到最后没有下文，真的到最后都没有下文。像这次啊，能彻底改善了。7点多已经有派3个那个移动式抽水马达在抽，都没有停。可是再怎么抽，它这个水还是会，台北监狱的水还是会往这边流。属于内部的那个排水系统，他们自己要解决了，不能把台北监狱的水又往这边流了。在地居民表示，这已经淹30几年。永高区公所表示，虽然港角对面的邻家厝这排的水沟啊排水功能拢无问题，不过港角排水系统无理想，所造成居民淹水。区公所讲，一直拢有请新北市水利局和台北港角等单位斗想办法，所以拢无啥作为。区长表示，这届风台过，要是会招各单位来开协调会，希望让港角的水通直接流对大排，解决居民几年来的困扰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友新北报道。